Some podcast. 所会讲的，Some podcast。台湾人讲的《聊斋》，有争议的妖狐鬼怪，所以讲互你了解。本节目由 Some podcast 独立制作，地才讲第14回大吉。在这明朝啊，有一位元将军叫做碰红，红是风大的风。这个人这身形中斑，眼神娇绿，嘴看看，鼻孔圆圆，气质粗犷，看起来汉武安尼呢。这碰红哦，有一道，伊率领着士兵征讨流寇。你要到四川的时阵，这部队来到青山那内，拄到一个大仙医。这当地的人讲哦，这栋庙是已经100外冬无花香咧大。互士兵去问当地的人，拄到一个欧巴桑，迄个欧巴桑啊，开嘴就讲啊，你说啥子啊？无来讲，这内面有妖怪，一入味随就会死。这碰红啊，伊这正手时不时就咧摸伊家己的佩剑。伊这个佩剑哦，剑手的部分是一只乌龟的形状。伊这大头母哦，甲迄龟仔哦吐甲金死死。这碰红哦，伊心内咧烦恼这内面藏有流寇。就安尼，伊就率兵强行进入。一入去到前以后，有一只扒遐大门而出。入中殿了，这四周围拢是鸟鼠啊屎甲漚苦味。所有的士兵感觉冷风阵阵，双脚像灌了胭脂共款。详细查看，也无发生什么代志。搁较入味内底就是不假。虽然查看四周围无啥物异状，毋过这碰红的军队这阿兵哥啊，拢输啊潲，拢双包。入去内底的士兵哦，随着感觉我头壳痛，若无讲巴肚痛，若无就是我物件那个我甲捡起来，我物件那个我甲捡起来。这碰红嘛，差不多迄个卡潲啦。亲身入去无偌久，念着我要出来啊！过一时啊，有一只如比白大小的大吉啊，对天蓬顶悬坠落来。将军顿时惊慌失散，碰红惊甲闪着啊！伊明白，伊的两者会互家己甲士兵的性命受到威胁。碰红恶尾落令，放火甲庙祠烧掉。四方六十足，玉梦全开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除了体力的肋骨以外，男性的玉梦也着减少。四方的能力更加无法度甲少年时期比较。但是自从听爽拍个时了，不但找回较早的体力，日时阁会当运动爬山，暗时阁会当风花烟花。找回当年的激动甲冲动，就算年过50，犹原点头就有啊，也阁会当保有原始的玉梦，正港的江高母的，甲阮某的感情，就亲像新航路新地沟，热噗噗，烧乎乎。英时白素的时阵，就亲像热恋期共款，时时刻刻拢足甜蜜的。犹原会当随心所欲，这某毋免甲揽条条啦，揽也无效啦。女人边缘，女人爱有互伊有家己的自由甲空间。咱着爱安尼，
我要甲你插条条，听我这台，我教你这螺丝安怎存发安啊？这若存完了，这两头互你线挽嘛挽袂开啦。所以朋友，要注文，请你来指名黄底乌里的台南语爽 Podcast， 听这台，互你做台南的逍遥男儿，嘛互你做台湾的 Jungle Boy。